其實我由細到大都中意整餅，中意煮嘢食。咁啊，但係話真係一個事業去咁樣諗咧，就去到我諗中三四嗰啲時間，因為要揀科，咁所以我就一定要諗我將來究竟要點樣。咁就一個契機俾我去思考。咁同屋企人商量咗啦，咁亦都覺得好想向呢方面發展。咁就係由嗰時開始叫做係有一個目標，有一個決心話想入呢一行。其實調翻轉係佢哋同我講。其實係咪可以當一個事業發展咧？即係其實我本身我係中意做餅，但係其實係佢哋調翻轉提我，其實你都可以作為一個事業發展。即係調翻轉佢哋話俾我聽嘅。咁我之後我就自己去就係揾一啲相關嘅學校啦，課程係啲咁。係啊，我話想讀餅咁啊，跟住我屋企人就建議，不如你亦都試下去真係呢個行業入邊做下先。咁就去咗一間嘅酒店入邊嘅餅房去做啦，咁就試下究竟自己 handle 唔 handle 到咧，會唔會太辛苦咧，還是係適唔適應入邊嗰個即係廚房嘅文化咧，咁樣等等，咁就試咗一年啦，做咗一年 full time 咁樣，咁就覺得我都仍然想向烘焙嘅事發展，咁就所以決定咗就去讀書咁樣咯。如果自己本身真係有一個嘅理想或者有好想做嘅，我覺得都係去就係全力去做啦。